后来，这个桃园某一间的病院发生着院内的感染，为着新冠病毒的医师，过来为护伊做护理师的女朋友，是国内第一件医护来染疫，所以有袂少的医疗院所拢来发布着院内的防疫措施。那这个网络顶随着咧传咯，讲这个南部有某一间的病院嘛有封锁线咧管制，但是有影无影咧。经过卫生局来查证，这证实是无实在的消息。依法上悬，听下来罚款300万。网络的消息讲，病院有封锁线，都会指写高雄病院嘛开始伫咧管制，时间是伫咧昨下晡5点外，伫咧急诊翕到的。昨指挥中心证实，北部病院发生医护围着新冠病毒。刚一讲到网络嘛伫咧传讲高雄冇确诊的人，较有影。这是谣言哈，那这个谣言我们会追究。目前很多医院做的一个管制动线，好，那不是封锁线，好，所以把管制动线跟封锁线放在一起是不对的。卫生局调查无影无迹的代志，依法上悬罚300万。事实上，即马各大医疗诊所针对防疫的办法，都唔敢放放风。病院出入挂嘴暗、红外线量体温、酒精消毒。不少的人袂当入来，拢爱去急诊做抽检，包括加强门禁管制、甲陪家属含甲人客见面，拢有严格要求。若针对 COVID-19 个案的采检、转诊，嘛拢有专门负责的病房，甲独立的流程伫咧做进行。任意拼凑，然后虚伪假造，这样无助于疫情，反而会扰乱民心。呼吁市民网络唔通传谣言，嘛唔通分享，安尼较袂犯法。